像，我真正食袂落啊。哇，甲讲甲暗啦。袂啦，人这都等于互我收好掉啦。袂讲准煞。喂，这姐啊，暗时8点嘿，全家有地位啊哈。请问传统的信仰内底，若是大某想要甲细姨拍腐败，伊会去咱的下海城隍庙求什么信物的？细姨的细吧？嘿，我感觉是 C 呢。怕好你啊，细姨是怕白色姨啊。好你家变细姨啊。你们两个选一个吧，我选 C。我选 C。你会使投票啊？若是大家答案无同款。 C ，C 两个，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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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，C 四个，参详就是安尼。好啦，唔对，我嘛甘愿对不？哦，至少要够有6千碟对不？安尼想就好。来，答案是 C。 B， 拍雨伞。拍雨伞。好，咱来看这雨拍雨伞，对唔对？啊！哈，机会来啊！即摆大家足认真诶。恁若讲有对，8000块就是恁的咯。来，阮感觉应该是 B， 因为问题是安心上的心上，拍一个，佫有第二个，啊，不过安管就好，就是问题啊。解决问题。地标甲地本较重要。对，有夫的，恁确定？确定哦。好，咱来看者，有夫的对唔对？来，上个分数。上一得到8000块啦！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释者。啊，其实咱的文化内底，一般会感觉讲这问题爱甲家己厝邻的人管好好，哈。啊，所以叫牛夫的。啊，这个会要安怎请吼？就讲你去遐求嘛，啊求了后转来，你当然爱甲安甲藏起来，所以一般是放伫你厝里，譬如讲布橱啊内底啦，啊是喺床头柜遐，吼，啊就甲藏起来。啊，过来是安那会有这款鞋啊，吼，就是足久以前一个传说吼，就是一个。查某人甲因翁定定冤家，伊就紧来去求迄个城隍爷吼，啊讲拜托啊，莫互因冤家，互因夫妻感情较好诶。结果伊就答应啊，啊即摆要行迄个愿嘛，伊怎啊甲迄个无钱通去行啊，啊所以伊只好讲啊无我请一双绣花鞋啊，啊互你好无？互城隍嘛，结果真正以后因夫妻感情就足好呀，所以人就去遐求鞋安尼对。